无通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有冤者的位。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，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。即款人真有福气。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焦去。伊所做的一真兴旺。咱同齐来吟圣诗，圣诗384首，圣诗384首。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主讲若要做我学生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地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领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伊阮救掠倒入来受苦，并是个死埋葬落母，第三日对上用苦啊，上天，当作全地上帝大名，你领关心看别人甲死人，我是圣神，圣徒共同教会，圣徒相通，做社会，肉体高啊，另外万名。谢谢。这是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7篇，启应文第37篇，将是第4篇23篇。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你的嘴若讲正直，通羡慕歹人。
将来一定有愿望。我的囝要听着有智慧，要听趁生你的老爸。要买真理，毋通卖。敬一个人的老爸为大快乐。要你的父母欢喜。我的囝，就将你的心交托我。咱这是同心仰头来祈祷。请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，拢得到保守平安，献上感谢。今仔日，阮阁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同心敬拜，学罗你，求你按耳孔听阮的感谢甲恳求。伫这个礼拜开始是学生的开学的日子，求主保守这个学生求学过程平安顺遂。也伫阮的兄弟中，有人拄着痛痛，求主伸手安慰医治，心灵忧伤的得到安慰甲陪伴。求主保守出外无法度来聚会，分别因的心甲主三角结连，伫主内同心敬拜。今仔日也是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，求主保守学院所推出逐项的事工，拢会当真侪逐教会的帮赞，福音的推广得到都较顺遂。求主保守。阮伫现今的社会乱象，互人计较，互相产生无信任。求主保守每一个受选出的领导者、代表者，有对你来的温顺甲智慧，来治理国家社会，互人的心会当平静落来，恢复正常平顺的生活。今仔日阮教会伫10月第一礼拜也要举行。选出你的同工、长老甲执事，求主保守教会会当选出下你旨意的同工来服侍奉你。今仔日你的牧者陈牧师要来分享你的信息，求你赏赐伊有对你来的气力，互所分享的信息拍动阮每一人的心，也互讲甲听的平平得到释放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来听上帝的话，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人书12章第1节甲第9、第2节。罗马人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，我来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就将家己的身躯。献予上帝做活的祭，是圣洁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意的敬拜。毋通互世界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心智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，看最好佮完全的旨意。这是赞美，请圣歌队。巴雷利。
敬道，这是要请中的教会陈克安牧师来带咱敬道。今仔敬道的题目是将身体献上做活祭，将身体献上做活祭。两位吴牧师啊，佮有咱所敬伫遐的姊妹大家平安。过两年无倒转来，到伫咱中间分享哦。今仔日是这个新地圣经学院纪念主日，所以中会有安排啊，无共款牧师到伫无相款的教会哦，所以夫人牧师就讲，无咱两间来教嘛就好，讲好啊，不加笑脸大家哦，大家拢足健康啊吼。圣经学院会使讲，几年前。伊的迄个政策小可有改变，无亲像其他三间嘅学校，目的是要来培育传道师。圣经院会后来改变，变成做讲训练咱教会的信徒，或者是讲你会讲伫迄个所在来必经，所以因有一寡的课程不遮好，所以毋望咱大家也继续来关心圣经学院逐年拢来关心啦吼。我想牧师就简单来报告，代表这个学院，大家讲多谢过去以来对这学院的这个支持甲奉献，继续放伫咱的心底。早起咱要来对这个罗马人书的12章来讲到，牧师个人认为洗礼基督徒，其中一本册，的确都爱读得非常清楚，迄就是罗马人书。咱无亲像一般的信徒，信因家己的神明，就这样做。无，你来清楚讲，咱的救主是安怎？咱的信仰内容是啥物？你家己都要清楚。牧师的工课。敢若咱进一个阶段，讲引出咱读经到这个程度，当时咱每一个人都爱家己来认捌这个真理时阵，到底的信仰是啥物？这个上帝对你本身有啥物信仰、啥物影响？这才是这个信仰的代志。咱读这个圣经罗马人书，有人讲罗马人书1章到11章就够啊，后壁才是加添的。总是后来有人伫争论，无咯，后壁即嘛不遮重要。1章到12章是你在读的时阵的一连线非常密严谨的神学的这种的辩论。保罗本身提问题，然后伊家己找答案，来伫内底来辩论。这个问题代替犹太人基督徒。因徛伫几千年来犹太宗教这种立场来辩，还听讲耶稣所设立这种新的教，这毋是真的。阮遐辛苦遵守这个犹太律法，这人都毋免遵守，安尼信就安尼真义，干遐简单，所以遐辩论。所以保罗写配互这个伫罗马这间教会，因为这间教会中间差不多超过一半以上，拢毋是犹太人的基督徒，拢外邦的。所以这张本册变成做迄个第1世纪中间非常基础的信仰的根本，到伫咱现今2000年来，依然是上相像，讲了非常清楚。
咱应该感谢上帝，伊拣调这个保罗，非常高、非常聪明一个人。到第12章会使讲是非常重要的开始，伊转了，特别是1章12章的1节第2节，从会使讲是非常紧要的转折点。伊讲了一个真实，就是讲真实的敬拜的生活。无论咱是对犹太背景，还是对外邦人的这个背景，信耶稣基督，到落尾时阵，咱的生活焦点拢是敬拜上帝。所以讲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看恁献家己的身躯做这是活是神，上帝所欢喜，这是恁信神、恁心灵的服侍。一旦保罗将这个诫命讲到诫命献给上帝的时阵，这个动作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太习惯了。咱感觉讲，保罗伫头前用了遐长的时间。讲了讲吼，人的得救哦，受上帝得救，唔是我靠咱对上帝献祭。但这个时阵，如果倒转来讲去献祭，这什么意思？敢讲伊即马爱反驳伊家己立场嘛？唔是啦，伊是提出一个完全新的献祭观念。这对犹太人讲拢是全新的，对咱的外邦人也是相共款。所以伫遮爱小可停一下。咱都要认真反省家己信仰行为，都要问一个问题：我到底信什么？特别咱教会中间第3代、第4代，无说是第2代，一项惯习做代志，搁定定做代志，无拄等于讲咱清澈伊的意义，敢是安尼？无你问我嘛，恁囝为什么来教会？我也知，是你叫我来，我就来啊，对无？是安怎？你要早伊奉献？为着这下10万，我教我这个新娶的这个太太，甲咱冤家呢？无拄定过咱明白，特别是正做主耶稣门徒，咱敢若知影去做一个自细汉到大重复的动作，无去认真认捌敬拜上帝对象，咱敢真正知影讲上帝意爱咱的奉献吗？无去管你这个人嘛？耶稣呼召咱军队伊做门徒，毋是讲信徒。咱先开圣经，毋捌讲你来军队，我做信徒，就要做门徒。总是咱即摆活出来是做信徒，无做门徒呢？什么是门徒？门徒是革命性、侵略性的行为呢？是检测我直接要挑工要甲你认捌，我有一个心态，毋望甲你认捌时阵为你代祷。有一天，至少你会当信主呢？你敢知影这是门徒意思呢？革命性的想法。到咱即阵呢，真好礼拜，真好这个做宗塔，真好音乐，真好环境。无说你讲都袂歹，我讲都讲为着你尔，为着讨咱的意爱吗？这无意思啊！我呼召。对上帝呼召，毋是要讨人的意爱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开始咱就要反省，原来保罗讲到这项代志，伊伫调整犹太人对敬拜上帝这项事，将这个观念拢放伫什么敬拜？啊，这个敬拜伊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，就是属灵的敬拜，这是非常水。属灵敬拜至少有4项代志，这是第1节中间讲起4项代志：身躯、活诫命、清气、圣洁、讨上帝意爱。意思是讲，若讲到这个将献家己身躯做这是活成上帝所意爱，这是旧约中间所使用的敬拜的语言。敬拜才带着牛羊，或者是讲。这个鸽子到伫上帝面头前，伫这段顶面献给上帝。咱拢知影讲，旧约中间的这献祭几啊种，总是中心点是罪需要受刑罚，这会受抬的精神是代表上帝意爱接受因，这做刑罚的代替品，毋是人清气哦，是因为伊这个精神。
受台所流的血，血本身代表生命、活命，伊代替你。为什么伊爱代替咱？因为代替咱上帝生气都无去啊，都保持咱会当继续敬拜上帝，继续保持上帝甲人之间受赦免、受保护、受祝福的关系。但这个时阵，保罗转啦，讲咱现在到这个程度袂使，袂使，咱就要亲像耶稣共款，献家己身躯正做活祭。所以4项代志，咱常常讲。头一项身躯，身躯毋是讲咱干那将身躯献给上帝，无献咱的心、意志、感情、灵魂。咱普通讲传福音你干那身躯到伫这个你的朋友时阵，无放感情，这人有接受无？你朋友讲某某人啊，我知影你来要传福音给我。总是你的面拢苦面我唔敢去讨人教会了。你互我感觉是讨厌了，讨厌。是安怎？你不太无感情。同款的代志，咱献祭献给上帝，你较忧愁挂面。所以，咱就要条条规项敬拜上的原则。头一项敬拜上，唔通将献祭的祭物将甲人分开。第二原则，敬拜上的地点袂当限定伫圣殿，无包括伫咱伫生活中间。他多灵府伫冤家，即马来献来礼拜，一个后壁，一个伫遮。你认为讲上帝？唔知影讲咱的情形吗？是安怎耶稣讲？万车奉献，万车奉献，先倒转去，甲你所他带冤家的人服侍的，和好了啊，再来，非常清楚吗？敢毋是安尼？第3项的原则。超过具有献祭的概念，人的身躯正是上帝所喜爱的祭物。咱的身躯的性格，咱心底非常真实啊，非常清楚啊。咱的内面藏什么物件，咱无法度隐瞒上帝眼光。这个在亚伯甲该阮2个人兄弟献祭行为，咱当受证明。上帝看重亚伯献的性命，伫平常时阵的生活行道，拢非常喜爱，所以伊接纳。亚伯对上帝的这个诫命，唔是讲伊献迄个牛，上帝才喜爱。有人解释唔对。亚伯该阮迄时阵献祭的制度，拢也未这个建立。摩西如何也未出现？敢若单纯是喜爱讲亚伯平常时阵，伊是尊敬上帝。伊的兄弟该阮就无咯，伊平常时阵就歹，唔知是安怎。上帝无看重伊所喜爱，可见上帝是看注重是人，毋是祭物。所以圣经中讲责备该阮的时阵，伊讲怎？伊就讲你若行好减无得到降纳，你无行好，罪孽埋伏伫门骹口，伊要乱无你，你要管辖伊。哇！我想讲有一个人特别是咱伫看这电视中间，就知影讲，这人一生中间为头到尾始终如一，为着你的信念来奉献，这是水的。一个人食到差不多50岁、60几岁的时阵，拍坏伊的这个信赖，互人感觉讲原来你是这种人。足悲哀，敢是呢？真悲哀呢！毋是一个人规个家族拢歹去拢歹。咱毋通安尼。咱若行好，敢无得到感纳吗？咱毋通认为讲，伫即个时阵的奉献，真侪上帝的确会感纳。
对啦，那真我牧师是上帝，我讲了你的物件，我不爱你这个人。所以上帝看重的，毋是咱伫聚会中间敬拜外在表现是主观以外，颠倒是咱的生活的款式，爱非常注意这样代志。第二是讲起活的诫命，活的诫命说是指讲咱生活中间的行为，咱的行达，显表明出来是一种真实、慈悲、怜悯是活的诫，所以是生活的方式。第三是讲起自信的身躯。咱的身躯有包括啥物？咱的目睭、喙齿、咱的嘴、咱的手、咱的骹，所有肢体中间，拢成做一个活者，结连做伙。检测咱的骹行伫即个正义中间，总是咱的手无做好代志。检测咱的骹手。伫教会中间服侍不遮好，所以咱的喙真歹。或者是讲咱规个动作拢袂歹，总是心有怨妒无感谢。有的基督徒倒转去时阵，礼拜倒转去，无快乐，无喜乐。我是讲是安怎？犹太人久久到伫圣殿，拢带着伊的精，因所要现的这精神。转去时阵，拢快快乐乐倒转去。想起当初时阵，细汉时阵伫即个山顶，要行路差不多2点钟到拉好的教会。礼拜了时阵，大家拢坐伫边仔，拢食足简单的物件。然后倒转去，原来是爱行2点钟久。所以要倒转去时阵，哪行哪唱歌，能快乐。因为久久有看见咱少年的亲戚朋友，想起咱伫这礼拜中间足爱做的代志，所以只身躯身躯，咱久3个也当做一个假说。腓立比书第4章18节，保罗讲：我对以巴弗得受到恁寄来的物，就是芳芳的祭，最通接待这物上帝所喜爱。这个时阵是保罗伫第2次宣告伫这个地中海这个附近，腓立比教会伊建立的。腓立比教会真善者，总是因遮兄弟姊妹知影讲耶路撒冷教会欠客，所以因有收一寡奉献，托这个保罗倒转去时阵，将这献祭、这个奉献炸转去。所以保罗就讲：恁所做代志，好亲像芳芳的祭。第一个。是写伫希伯来书的第13章15节，就讲，所以就对耶稣常常恶乐做祭，献给上帝，这就是承认致命的嘴遁的果子。所以献祭伫嘴遁啊！一个基督徒上界清楚，就知影讲你是毋是有上帝圣神充满的记号是啥物？南牧师认为是喜乐。我认为是喜乐，因某一个程度，喜乐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吸引力。笑面，毋是迄个干燥的笑面哦。咱试看嘛，照镜共款，笑看嘛吼，干燥笑面甲真实的笑面，咱试看嘛。因为我毋知影大家啦吼，那我会当分别出来，你这笑面怪怪哦。那准讲无顺利对我笑笑啊！我心中讲，你到底要做啥物？直接讲好势哦。像昨草来教会迄个牧师退休吼，到落尾时阵牧师就站起来，送一个即个金的项链吼，讲几若万箍安尼啦。牧师就坐伫边啊，迄就看，哎。你若退休吼，比照办理，比照办理。喜乐是真实的，我小可影大家吼，打开时阵，大家小可有要求啦吼，即马小可好势一个，即马
爱笑，吼，请看坐伫你边仔好无？笑一下啊，拜托诶。来第一摆，莫要痛苦啦。第三个，我是写共款写伫希伯来书第13章16节，伊讲安怎？讲独独行好，甲三强急，你毋通袂记得，因为这好一切是上帝所喜爱，这好一切是上帝所喜爱。所以咱奉献，毋那是奉献伫这个所在，奉献予咱的机构，信靠伊。咱奉献予咱厝边欠缺这的人，咱会所做代志，上帝伫看，变成做芳芳的济，毋通袂记。所以到第4项，顶悬三个拢做伙的时阵，当然咱所奉献是上帝所来接纳。这种的敬拜变成做一种的献祭。总是这句话中间接续第2句话，就是讲11章的第2节。这个第2节有3个脚，3个庄脚来支持这句话要安怎做。我着安怎做，将我的身躯变成做至圣清气、芳芳者，受上帝你接纳。至少的3项，头一个咱有清洁的身躯，将做这个活祭去做啥物？毋通效法这个世间，这个世俗。基督徒四周围，特别伫咱台湾中间，敢若5%-6%的人是基督徒，其他人咱朋友咱真正多人无信主，干啥呢？咱被转由，无受因的影响，颠倒就爱影响因，这真困难呢。当然，圣经中间咱就无应该来努力。超过度来适应这个世俗，直到咱的想法、行为无够亲像基督徒，颠倒这个世间，爱知影讲，世间是甲咱基督徒是作对的。总是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爱有上帝眼光甲价值来判断这个世间的潮流甲文化。咱真做讲，伫倒位？真出来坐伫下骹讲，我知影讲毋通效法这个世俗，总是心底就讲。毋捌去辨明，这样代志毋通做，这样条路毋通行，拢无去辩论，当然你就随风漂流啊！这句话中间出现2个字，一个是世间，一个效法。世间毋是讲咱所徛起这个追求，保罗毋是讲这，毋是讲你物质生命物件，保罗无讲毋通享受咱人生，伊也毋是讲讲做一个苦行僧。拒绝自始就有真水的这物件，毋是安尼啦。根据使徒行传，保罗完全伫宣告中间，投入到第1世纪，拢是大都市的所在。伊起的教会拢是伫大都市啊。所以咱就讲大都市中间有啥物？有好食物件嘛，好耍的代志嘛。耶路撒冷、安提阿、哥林多、雅典、罗马，都足大胆，入到犹太人的会堂。伫这个市场演讲厅内底，甲这个毋捌基督人甲对话，上届参命人，咱来对话看觅。保罗嘛讲，伊讲啥物？伊讲，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拢是好，那接下来领受就无一项通去杀。所以我毋知影保罗有食迄猪肉，总是伊无反对，外邦人你会当食，你爱食的肉。伊的观点甲彼得无共款啊，彼得是某一个程度不加盐哦。你要做基督徒好，毋通食猪肉。所以因小可无共款。世间这个词 cosmos 这个字，原来意思一个意思，化妆品，要装太阳的。化妆品表示什么？世间上较流行、上较头前的嘛。这个世间。差不多有4个都市会当讲独领风骚，所有这流行物件拢是对遮来的。法国、巴黎、意大利、米兰、伦敦也阁毋是。Tokyo 这是小可后壁的。
代表亚洲。你看这四个都市中间，上较流行什么？除了衫以外，就是化妆物件、化妆品。伫遮毋是讲咱无需要这个状态，咱拢需要，咱需要。总是约翰一书讲了这个字非常清楚，咱一定做伙来读好无？无伫听世间，以及世间的物。人若听这世间就白听，无点伫伊，因为见若伫世间的肉体需要、甲目睭需要、甲人生骄傲，毋是对爸，是对世间的。保罗爱咱来提防世间是只讲将上帝排除在外，伊的生活的体制、文化、价值观，这个风俗，都亲像肉体情绪、目睭的情绪，甲这世间的强，拢毋是对白来。另外第二个字眼 ，iron 讲起世代，伊有两个意思。伫圣经中间的意思，以弗所书中间有写讲，是恁前行伫迄中间，趁这世间的风俗，甲空中掌权君王，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一人的迄个神，就是讲，咱都爱承认啦。这个承认，这个魔鬼幽怨踮伫世间，暂时来掌管，总是无掌管到完全的地步。上帝幽怨和魔鬼有一个程度啦。再其实我要出来时阵，赛车要出来时，一个姊妹伫扫涂骹时阵讲：牧师啊，稍等好无？你是毋是会当伫即个时阵为我来换手祈祷？我讲安怎？讲我昨暝吼有魔鬼换伫我的身躯，我无得好困。有大的魔鬼对细只魔鬼，我就讲你最近有烦恼什么代志？又就讲起一个烦恼，身躯安怎？我就握手伫伊头壳，为伊祈祷。咱基督徒毋通看轻这个世间的魔鬼，幽怨有伊的溃烂。总是迄个魔鬼，毋是咱所想象迄种魔鬼，就是圣经所写这个邪神。趁咱信心软弱的时阵，就进入到难里，吓惊、恐吓、惊吓、无平安，也是讲家己怨妒。迄种藏伫内面，所以创世纪魔鬼对亚当夏娃诱惑，同款伫即个世间对你我来下即个诱惑，伊的工作继续伫做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佫再来。另外一个世代讲起伫启示录中间，即句话讲：第7位天使本号头就伫天里，有这个大声伫讲世间的国，诚做咱的主，甲伊的基督的国。伊要做王到代代无尽，这是讲起讲将来这个世代要取代现出世的世代，所以咱听候，咱都要听候，唔通互我这个暂时的世代，这个世代毁坏去。不过，咱都要细意，12章第2节，互咱看起基督徒实际上生活伫一种矛盾和挑战的时阵的中间，有3项咱都要面对。这个世代。互咱基督徒活伫现今的世代，总是这个世代未诚做永远久长的世代。写伫启示录非常清楚，第二重点，这个世界必须要按照永远的价值观来生活，伫这个短短的世代生活，就是讲咱用上帝眼光伫这个暂时的世代生活，所以咱的心就空阔，讲啊，较有歹人做代志拢足顺。外国骗人，生活好势，拢无拄着恶担当代志。我哪安尼？我足辛苦，军队主要说，总是我生活无遐好，莫烦恼，因拢是暂时的。看咱的选择是安怎？有当时阵，我爱承认一寡基督徒讲这个话本身哦，无负责任。无温困工作，无去请教有聪明智慧人，做家己爱做的代志。拄着什么恶当当，哇，随时都安尼开嘴都埋怨，唔通安尼。第3项需要生活伫现今的世代，总是这个世代袂当诚做点伫咱内面。
我虽然伫内底，总是这世间袂使将伊的物件，成做我内面即种的标准。别人安怎做，迄是因的代志。我就要照上帝话来行。咱做讲阿门。第二讲效法，这个字，这个效法伫台语中间无写得非常清楚，原文中间非常清楚 ，imitate 模仿，模仿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意思，效法这个字表示讲有一个陷阱哦，陷阱哦。唔知影咱细汉时阵耍一个游戏啊无？哦，伫这个国小中间有一个刷。哦，这个刷呢，有当时呢，咱就挖一个坑，啊，当然顶悬哦，用这个薄薄的竹啊，就安尼做一个，然后佮放一寡纸伫顶悬，然后佮放一寡刷，然后叫一个，买个这个动物来对遮行，对遮甲，伊的骹就踏入去，规人拢抱入去内底嘛，所以咱就边仔讲啊哈哈哈，就安尼笑，就安尼笑。咱设一个陷阱去欺负一个人，这个世代魔鬼也共款，设足多的陷阱，要引带基督徒活入内底，互你好业，互你好名声，互你成功，互你赚大钱，逐项拢好，独唔通敬拜耶稣。咱来行是一个路，还是要行这世间的路，都非常清楚。所以，这个世间好亲像伫讲，足多的这个陷阱伫内底，咱随时会受到这个文化塞到一个所在，好亲像伫鼎内面这个水价共款。一开始时阵，这个水哦冷冷无要紧，慢慢的加添一个温度，嘛习惯啊。到一个程度时阵，变成做滚水啊。啊，水鸡嘛熟啊，嘛会当食。所以到一个程度，咱基督徒话主啊，袂赴啦，袂赴啦。第二个，咱看见讲，心一换心来变化家己，这是第二项，互咱有自信的身躯，诚做活者。人会变化，意思讲，伫这个时间就讲保罗保证讲，咱的确会变化。一个信主的人，到伫完全受拯救这个阶段，咱称作正信。这个正信偌长唔知，有人信主过讲就受蒙主恩调，有无？耶稣定时个隔壁是一个强盗。伊迄日就讲一句话，讲主啊，阮所做是应当的，阮受刑罚是应当的。不过，今仔日求你赦免怜悯我。耶稣就安尼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龙园，所以这是非常特殊一个例。有的人信主的时阵，过工就无去啊。总是大部分的人，拢爱用不遮长时间，继续伫这个世间来生存，咱去做正信。这个正信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我要接纳圣神点伫我的内面，受圣神来引带你做我的主人，不是我做你的主人。你来引带我，慢慢我愈来愈谨慎，愈来对罪有敏感。我愈来愈有成长圣神的价值，我愈来愈清楚主耶稣你的性格个性是安怎。咱唔通做一个人到天堂时阵，你颠倒是非常的陌生，非常新的厝，总是对这个厝的主人非常陌生。到一探长主耶稣讲起历史，就问讲你啥人？你讲主，我为着你做了足多代志，我做牧师，我做主教，我做安怎？我唔捌你。到迄时阵你要安怎？咱至少有5项改变，
伫咱一个基督徒中间，的确会发生第头一项旧人变成做新的人，这正是个经文讲，所以人若点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当拢变成做新的。这句话都要非常清楚。每一个人拢会变成做新，总是毋是完全新。咱每一个人拢爱经过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来学习放手，个性都要放下。咱无亲像保罗同款，保罗信主以前是一个真有学问、非常这个狂热的犹太宗教的一个人，总是伊敢若是误解，无表示讲伊无敬拜上帝，伊敬拜上帝的方式是敢若无接纳耶稣，无信任，所以伊掠基督徒掠去监狱。到一日，这个大马色路上受高压注光照，对罗顶面摔落来。迄时阵，伊就问：你啥人？耶稣应讲：你用脚踢我，安尼袂用着。伊就知影讲啊，原来伊所反对的是真正的上帝。迄个时阵开始伫遐安静落来，慢慢了解以后，伊开始变成做一个非常彻底的基督徒，为主来拼命，受反对，将他钉死，搁那便要死，伊往无惊吓。伊就讲，有亲新的人，就是换身到得到财物，照创造伊的像。咱拢是渐渐，咱甲保罗无共款。第二改变，有囡仔人的心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伊就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活转变成做亲像细汉囡仔的，决断袂入天国。所以囡仔家己谦比亲像这个细汉囡仔的。伊伫天国就是最大，囡仔伫我的名接纳这号细汉囡仔的，就是接纳我。人拢是安尼吼，就爱扩大家己的功劳，品捧、展示家己好的物件。包括使徒本身，两人伫遐争论，讲主啊，先生啊，天国什么人最大？想要到主耶稣。颠倒并甲教导讲，恁都要活转变成做有囡仔人的心，所以咱每一个人都要细意哈。不管咱到60几岁、70几岁、80几岁、90几岁，到一日时阵，咱是毋是依然保持一种亲像囡仔人的这种的心怀？不过伫遮都要调整一下，毋是亲像囡仔迄种的无知软弱，互风来吹。凊彩着军队这个异端剥离到人的规矩，毋是，是讲咱来亲像囡仔单纯，无交期，对权力的这个地位无迄种概念，无迄种概念。我最近在看讲囡仔伫这个科学家的研究，0到3岁到3岁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。伊有拢总有我印象中21项的敏感期。那准讲伊伫这3当中会当满足的时阵，这囡仔差不多会当行伫好正确道路。那准讲伫这3年中间，这个敏感期无满足的时阵，你爱改变这个囡仔真困难。这个囡仔住伫好野散车，还是讲伊是单亲，还是讲阿嬷阿公在带，无拄拄是会当相款的，无一定。有的囡仔伫这困难环境中间，犹原活出非常水的个性出来。有的囡仔什么大项拢有准备便便，到大汉时阵变成非常
真困难控制，真自私的个性，拢有可能。所以，咱都要保持迄种单纯囡仔的心。第三，改变个性的改变。基督徒是一个团体，咱伫这个所在都要学习个性的改变。其中一个非常清楚，有人讲我的个性就安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会硬讲，你闪一边去。有人伫教会中间无做服侍，就唔知影讲你的个性，我的个性就安尼。咱讲做长老是一个领袖，咱做牧师是领袖，咱做一个什么款的？咱做领袖 leader 中间英文就加一个 ship leadership 就是讲我安尼引出你幸福，你顺坦，也是甘心乐意，这叫做 leadership。leadership 就是讲建立。我自然有这种的困难，真像大笔、真侪勇士，莫名其妙的，都将一生中间都爱军队大笔。大笔迄个时阵，都世界走纵，世界美，也无什么权，什么礼拢无。伊个足单纯，二十几岁小少年人，真勇敢。建立，咱伫教会中间需要这样的人。我做你的同工时阵，我顺服，因为你是 leader， 你是长老，你是这个牧师，你是什么指挥安怎？我拢甲你学好。听话到当我真做一个职位有关的时阵，你会使做一项代志，做会决定，也是讲同工你有谦卑无？有做报款式无？有人甲你顺服吗？哦。耶稣一个门徒或者约翰，伊少年时阵性格真歹，伊有一个绰号叫雷子，讲雷遐，讲雷囝，表示讲伊个性非常冲动。有一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经过撒玛利亚一个庄卡，遐庄卡的人无甲接待，约翰的身体无爽快，就要求主耶稣亲像以利亚哦，伊叫耶稣讲亲像以利亚。吩咐上帝对天降落一火，将这个规个这个庄稼来烧了了，哇，遐歹，遐歹。那准讲我是迄种人我来驶车驶到头汤，哇，头汤遮个人就歹，上帝啊，放火来降落这个火，将遮个所在拢烧了了，袂使安尼啦，袂使安尼。到伊年老时阵，伊写批写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的时阵，不断讲到正，伊就是受上帝耶稣不断的改变充满，所以到历史的中间，到历史讲起，伊受掠关伫这个巴莫岛，迄个时阵，后来有逃亡，倒转到以弗所教会，继续来照顾迄教会到90几岁。90几岁，伫讲道中有人跟伊到讲台顶面，伊坐伫这个讲台这所在讲道，不断讲一项代志。细囝，恁都爱彼此相听。这个时阵，伊讲话，甲少年时阵，伊的个性完全拢改变了，改变了。历史的改变，听心的改变，听心改变上大的改变是约翰福音21章。彼得讲，看见耶稣受掠了后，足失望的，伊就看一句话讲：我要去拍鱼啊，去讨鱼。其他6个门徒共款讲，我也要缀你去。可见领袖讲话都非常细致哦。拍鱼的时阵，可能掠了无讲介侪到去天不光的时阵，彼得。远所在看见，迄个人好亲像耶稣，好亲耶稣，徛伫迄个所在，愈来愈近我时阵，认出，迄真正是主耶稣。耶稣就讲来，捡几尾鱼来，我行这个鱼，互恁食。然后伊就邀请这门徒做伙食，咱当想象，若我是彼得的时阵，
我要安怎食？我要安怎食？我前几工甲你背约，毋忍你无甲你认，认为讲你死，我所有毋望拢无去啊！无想到你真正过我，当即个时阵你徛伫即个所在，我有看见你的手有伤痕，我看见你膝的即个所在有伤痕，我看见你的骹有伤痕。你讲来食，我毋敢食。然后耶稣问讲：西门囝约翰，你有听我无？你讲咱叫人的名，若总讲正式，一般不会讲说这个全名，无拢陈各安，你爱我吗？这些秘书啊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你都要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假使有一天，咱想象，我将有两只手放伫我的这个我太太无顺娘这个肩膀上，讲：李妹，莫上，你有爱我无？我就大声来问，一定讲我有问题，一定安尼。总是我连续问3遍，敢问3遍，我有一个目标。请你认真应答我所问的问题。我为着你牺牲，我为着你付出遐尼多，你是毋是会当犹原同款用同款的态度行为来回应我对你的定？所以耶稣就问这项代志。西门囝约翰彼得，你有听我比这物件搁较多吗？这物件包括你所关心的代志，这真清大，包括你的性命，你有关心，你听我有超过这的无？比如讲，你知我听你，总是我无拄拄会当做会到，因为应答伊的信息。到如尾时阵，应答了的时阵，耶稣就讲：你养饲我的羊。这叫做 commitment。应允就对，咱拢一对上就是相对的，上主要所对咱付出遐尼大，咱轻轻松松来回应，伊袂将这个重担放伫咱身上。咱的桃园教会要来成长的时阵，伊就听候有偌侪的人会亲像约翰同款、彼得同款，回应耶稣对咱的听，轻轻松松、静静在在。我甲你讲，咱犹原保持安尼，咱犹原保持安尼，无对这个复兴有什么兴趣，无对人的灵魂的抢救有兴趣，拢无兴趣。咱听道理，敢若听道理，拢无一个感动，安尼真正是无意思。总是假如讲改变，无改变的听心，无可能去传福音；无真实的听心，无可能付出。无感动的改变，无可能感动你的朋友。你本身无感动，边仔人要安怎样看出你有感动，来感动，对你来教诲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对无？咱食物件食了少好食，咱要安怎形容？真正好食。做梦吼，同款的流这个嘴烂。讲到这个程度，朋友就讲带我去。请你带我去。到了尾时阵，改变或做啥物，变成做主的形容，变成做主的。这个听心是一种改变，这个是歌词、颂主歌词中间294首听的转变。第一则讲，敢若爱家己，无爱听你；第二个改变，小可爱家己。总是嘛听你。第三，愈少听家己，开始较侪听你，到入尾无听家己，专心听你。这作者写了非常感动啦。到入尾一个心态改变，变成做主的荧光。圣经有写讲，因为咱甲主愈来愈近我，当然有主的这个荧光，所以咱众人的面。无搭配，亲像镜，倒照主的荧光，拢变化做伊的像，
对因跟到因跟，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。伫教会中间，每一个教会，包括伫中立中间，我敢若想讲，要怎样将这个教会变成做报道传福音、爱传福音一个间教会。相像的，我是来爱啉咖啡的人。朋友来的时阵，我就泡咖啡甲你啉。所以久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我有这个习惯。我啉咖啡的时阵，就有香香的味。你倒转去的时阵，你出来面就讲，你是不是今仔日有啉咖啡？对不？所以这是感染力的问题。台湾教会有真侪爱报道传福音，这感染力的影响力会扩大。那无一个人都无可能啊。所以这个文化都要开始。我讲我这个讲的时阵，我就受这个讲来影响。所以摩西对山顶落来的时阵，犹太人讲，我唔敢看你的面，拜托将这个大吼炸掉你的面好无？我无得看，直接看你的面。所以讲会当影响传福音的热情的影响，今生的各种的改变到这个程度，到落尾，咱这个所在讲查验明白上帝旨意，这个中间上界大，咱至少爱讲起讲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真紧查验都小可有一寡动作，我真紧是讲。头一项是读经，第二项讲起爱接纳耶稣基督，将做咱的主管。第三项是咱的思想、精神的改变。第四项，你就爱有好的这种有上帝智慧的人，将做咱的会当请教对象、咨询的对象。第五。都爱温困祈祷，受信心来引带，受信心的引带。我爱讲的，第一项是读经，读经咱得读这个原文，或者 logos 是 written words 写伫顶面的字，总是 logos 无拄拄是有感情的，无对咱讲话。总是到伫第五项信心引带的时阵，咱就爱祈祷讲。现状，咱爱不时啊祈祷，毋望讲将上帝话变成做上帝你对我讲话，迄叫做 living word， 原本叫做 rhema。圣经中间诗篇拢是 rhema， 什么讲？拢毋是上帝对代别讲，你就照我讲安尼写出来，毋是。圣诗篇内面拢是。代表对心底感动，有感谢，有懊恼，有代祷，有忏悔，这拢是对嘛？所以每一人读经时阵，我相信讲上帝会改变这个字眼，对你内面来讲话。第六项是讲起对外听候，莫紧张，莫赶紧。上帝时间甲咱无相像。我有一个同工，伫这个所在真多遮，伊嘛做医生。伊讲无师，我毋知要安怎，要开刀。医生讲50%，嘛开无好，就随无去啊。伊嘛足紧张，伊毋知，所以咱就做伙祈祷，听候。第七，就要观察。有上帝眼光，到落尾奇妙代志发生。我讲奇妙代志发生伫爱传福音、听主的人身上。最后结果子。所以咱看讲，每一个人伫上帝中间，咱敬拜上帝，上帝会互咱愈来愈清楚，什么是上帝旨意。咱若照安尼做时阵，这个人就开始真正行伫敬拜生活的中间。咱做来祈祷，爸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主，互阮会当伫罗马书
日章中间要进入到一个生活这个阶段时阵，要怎样变成做一个心神更新改变一个人？主上帝，我有听了，总是听了时阵，互我有够也开力，真正是跟对你的话来行。我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69首，圣诗第369首，超过阮的想象，超过阮的想象，咱来吟全首，请起立。我
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省事的恩典，阮才会当徛遮伫你面前敬拜你，阮献淡薄的金钱，由你来接纳。因伫教会各项的工，求遮个工拢合你的心意，互伊食。阮安尼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请坐。这是来报告，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解，请咱会众来读两解。因为光我就起来求叫你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规暝目睭金金，哪念哪想你的话。诗篇119篇147到148节，请。因为光我就起来叫你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规暝目睭金金，哪念哪想想你的话。诗篇119篇147到148节。因为我就起来叫你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规暝目睭金金，哪念哪想你的话。诗篇119篇148节。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页，有顶周的出席甲奉献，甲周间的聚会报告，后礼拜的事务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二页有小组的出席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后奉献的明细，请咱来看。若有顶大的，请咱咱的中级也是干事来经营。咱掀开第三页消息报告。第一项，今仔日9月初今日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咱欢迎陈克安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分享，请兄弟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。本教会牧师受派到中立教会为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安报告甲代祷。9月份的10月中集长老陈建州接受殷立芳黄约瑟。第4点，传道部第一次圣诞节筹备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召开，请部员甲团契会长出席。第5点，主要的会议伫1点伫9楼教室召开，请老师同工出席参会。第6点，大楼管理委员会伫9月初7下晡3点伫701教室召开，请委员参会。9月初8，后主日是福音主日，主日礼拜合并伫9点半开始。咱有安排八角塔男声合唱团前来福音见证，欢迎兄弟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。第2点，9月份的中集会伫12点半伫701教室召开，请各部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会诊。中集会后煞开小会。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小会公告，为着符合内政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，请会友一定来填个人资料提供同意书，予教会来使用。第2点，2025年小会推荐中级候选人的名单，咱伫10月初6为中级的选举日，请各位兄弟为候选者代祷。推荐的长老李进业、罗建成，这是黄定业、陈素颜、罗建业、蔡乃平、黄东营、蔡益如。消息报告，9月份的祈祷会为福音事工祈祷会，伫9月初7暗时7点伫6楼副堂举行，邀请咱的兄弟同心来祈祷。具体消息。杨春燕结束的查某囝陈玉文姊妹甲林正宽兄弟，9月初7拜6上午10点，伫咱教会礼拜堂4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敬邀观礼，请为这阵人来祈
祷，即个对个新人来祈祷。春宴这事有特别交代吼，请咱尽量来参与，因为迄天南方是拢未新食，还有百几个会来，请咱为着这个来代祷，来参与，互因感受伫教会的婚礼会无共款。教界消息，台湾女子神学院圣经甲神学学程招生，咱伫9月26要开课，甲12月26截止。每礼拜是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伫咱教会来举行。请咱踊跃报名，这边将报名费交伫办公室吼。以上报告，请黄传进这长老来介绍甲带导。咱今仔日非常欢迎，咱非常敬重的陈克安牧师来到咱遮来正道分享，咱也用真热烈的拍声来感谢道声甲欢迎。咱也继续为着咱圣经学院的需要来替代祷甲奉献。咱今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，若无我搁继续搁补充一点吼，咱后礼拜咱请咧下期日，咱2场合并9点半，后礼拜是迄个芭蕉塔男声合唱团，请咱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，谢谢。上行第387首，应光归圣父上帝，应光归圣父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，带请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甲信心的感动，甲咱众大家三个基地，对即时甲的永世大菩萨，阿门。祝歌。
咱的隔壁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